好多人以為小港路就係得江南大道通往南華東呢一小段路，其實舊陣時小港嘅範圍就係好大嘅，咁只不過原嚟嘅小港好多已經變成而家嘅曉港，背後隱藏住成片區域嘅變遷史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小港嘅歷史。坐定定啦，我就要帶大家穿越到明清時期。明清時期，各地嚟往省城嘅客貨輪船抵達咗水之後呢，多數都係停泊喺省河，即係而家珠江前航道嘅兩岸。咁由於河南呢邊呢水就比較深啦，船隻多數呢都喺河南岸邊停靠嘅，碼頭、貨倉等呢多數都建喺河南呢邊。咁啲船經過航行之後呢，又必然需要就近獲得維修啦、保養同埋翻新等等嘅，咁甚至訂造新船服務。咁所以呢，喺清朝嘅末年起，響今日南華中路到草坊圍一帶，俗稱河南尾沿岸，逐漸形成起一個以船舶修造為主業嘅商圈。咁機器廠、船殼修造廠、木材加工廠等等陸續開辦，住宅、倉庫、貨棧、商店，各行各業等等都紛紛喺呢度開設喎。咁係廣州近代船舶修造行業早期嘅重要基地。咁當時雲貴涌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水路碼頭，叫做小港埠，貨運頻繁，倉庫林立。而連接兩岸嘅小港橋，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雲貴橋，就係依度得名嘅起源啦。咁嗰陣時，小港一帶已經係人嚟人往、船隻絡繹不絕嘅繁華地咯。咁到咗20世紀初呢，小港附近逐漸形成咗居民區，就係我哋熟悉嘅小港新村啦。咁入邊主要有4條馬路。東一、東二、中同西馬路，全部都係用小港命名嘅。咁1933年2月，海珠橋通車之後呢，方便咗南北兩岸嘅街坊往來。新建嘅小港路承接咗海珠橋嘅南向車流、人流，交通方便，亦都促使咗南華東商圈嘅工廠同埋商鋪逐漸向小港路一帶遷移啦。咁而50年代更加之係小港嘅黃金時期啦。咁成個小港工業區嘅崛起啊，有廣州機床廠等各大廠，係當時河南工業重心。咁1958年，市政府就開始籌建公園啦。咁而家嘅曉港公園呢，最初就係叫小港公園，後嚟因為打算以竹景為主題啊，一度改名為竹子公園。咁但最終呢，喺1975年正式開放嗰陣時呢，就改用咗諧音曉港公園。至於點解用曉字呢？咁可能因為附近有東湖春曉呢個羊城八景，取曉字意韻優美，亦都可能純粹係讀音相近而起嘅。咁原本嘅小港路呢就好長嘅，由海珠橋腳一路延伸至小港埠。咁但係1966年開始，部分路段就被改成躍進路、前進路。咁後嚟改革開放，路名係再度調整，最終淨係得返南華路口至江南大道北一小段。所以今日嘅小港路已經唔通小港。1995年273路專線車駛入曉港中馬路，仲設有小港新村站嘅。咁到咗2001年啦，東曉南路通車，新設咗曉港新村站。2002年地鐵2號線開通曉港站。2013年最後一個小港新村公交站都改名為曉港中馬路站。從此小港呢個名幾乎全面被曉港取代。咁如果而家你想去懷舊啊，唯一保留淨係得返小港橋，即係而家嘅雲貴橋，同而家嘅小港路相距咧差唔多有2公里，彷彿咧默默喺度講緊一段被遺忘嘅歷史。咁一個地名嘅改變背後咧就係一座城市嘅生長同埋蛻變啦。小港淡出，曉港興起，唔單止係一個字嘅差別，更加之係海珠區由工業走向居住，由河涌文化走向城市記憶嘅縮影。